槍聲響起，我哋第23場嘅賽事男子中龍公開組紅杯決賽而家已經開始緊啦。第一線道係亞非洲合成龍，第二線道係巴士龍，第三線道係翠華船務娛樂龍，第四線道係入境事務處龍舟隊。喺呢一個時候，我哋見到第三線道嘅翠華船務娛樂龍同第四線道嘅入境事務處龍舟隊暫時領先少少。咁但後面第二線道嘅巴士龍都唔能支持其後，以及我哋第一線道亞非洲合成龍。冇錯，我哋見到我哋4支嘅龍舟隊其實都係旗鼓相當，實力相當。我哋見到佢